台语演习做阵来，母语一代传一代，江丁秋。台语演习做阵来，母语一代传一代。即句话我甲写伫即回出的新册的册皮，嘛甲一群少年人来参加台语演习的相片放伫顶悬，表示对少年人来学台语，互咱会当传承母语的看重。母语对囡仔对细汉学起，毋免成本，阁毋免加开时间，这大家拢知，煞无一定拢做会到。咱人来到相当的年岁，才要学母语，就爱像咧学第二种语言共款，继续食力，毋拿了钱开时间，阁无一定学了会到达。真正若像俗语讲的，家母妇卵真轻松，家公妇卵拖孤棚，安尼就了济咧。伫社区大学开台语班，今年已经满5档啊。呾开始，学员就未够热，直直想要放弃。加在有济济幼稚的鼓励，甲社区大学的体谅，加长招生的时间，搁延后开课，最后总算顺利开班。一直到这2期，会使拍破咱招生的上限15人，收到18个人，真正欢喜甲噗噗跳。所以按算后期招生人数要甲提升到20人。这5年来，参加过台语班的学员活伫100个人，有学几年台语的听、讲、读、写，已经写叫啊。阁有去学校做台语老师的，嘛有干那来几摆啊尔。因为都合上未拄好，失联无过来的，总是已经甲经济掂落去。我相信早晚一天会发金不远。做台语运动，我敢若保持一个信念，用宗教家的精神做就对，毋免要求回报。有偌济气力做偌济代志，当你感觉无力、累积的时，找几个同心的同伴，互相扶持、勉励、诉苦、偷气。无就参加演习、开讲会、听演讲，来充电、增加能量。最后带着十足的气力、打拼的精神，继续为台语这条路来骨力打拼。台语这条路已经行20几档，愈来愈在胆，发愿要继续加行落去。自40岁开始，台语觉醒，踏入挽救台语这条路，到今无后悔。早前要爱请养囝儿，栽培世世，无通专心做台语。到这几年，后生查某囝已经出社会，得为家己的理想打拼。我就加真济时间通来做台语运动的工课，总是真欢喜，会当照家己的暗算行，甲志业当作职业，嘛甲职业当作志业，做家己意爱的事工，搁饲会饱家己，真正是一兼二顾，忙拉兼洗裤。享受做一个快乐的台语人，这是世间上赞的代志。